说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来，国情今日招你来研究几句啊？唔是表面上字所写出来迄意思，是这句话背后，什么时阵应用，什么时阵用途，什么时阵来发挥。台湾人有这个话无？有头一句，咱来讲，这实在唔是好话哦。不过国情要招你研究，这句话什么时阵来发挥，才有法度达到伊的作用。这句讲叫做好水相喷。啥做好水相喷？唔是南洋国家泼水节讲，我看水桶甲你泼，你看水桶甲我泼，安尼叫做好水相喷。无，这句话独敢若应用伫咧讲，当是要好水相喷上，要冤家啊啦，因为无法度啊，你着安尼食我足够啊，我原来大个要甲你换细个，要含你争啊，好水相喷，独敢若当用伫遮，绝对无迄个用途。讲哇，今日天气遮热，咱两个来门口埕好水相喷，无啦吼。当然，即个表面上的解说，甲背后的用意无共的台湾话语足济。搁另外一句，咱咧讲食人教教，讲你欺人太甚，就是讲爬起头壳尾顶。咱知影啦，敢若想迄个景，嘛感觉讲足咸的。敢有可能一个人爬起咧到另外一个人头壳尾顶，这就是表示甲压落底啊嘛。所以莫怪讲我甲你好水相喷嘛。既然你爬起来我的头壳尾顶，用空的哦，安尼踮我的头壳尾顶创啥？这句话，我相信讲会晓讲的人拢知。后壁还佫两字咱莫讲，不过总是已经达到迄个欺人太甚的程度，已经爬起来到咱的头壳尾顶，咱袂使佫吞忍啊呢。总是第三句国情共款要讲，毋是表面的意思，甲爬起来头壳尾顶所做的迄个动作，有牵连。第三句讲叫做有臭破味。当然，咱真知，国情莫讲伤明，就是有迄个咸味。有迄个咸味，这敢毋是足直接，甚至有人讲足土的话，无咯。这对日本时代就有讲啊。我伫台日大书典内底就有看到，人伊是这个应用，讲有臭破味，毋是真正讲有迄个咸味啦。这台日大书典已经解说，有看到迄个目的，有看到迄个源头，有看到迄个变化的起因，对。所以吼，你若咧看解文说字，甲国情啊学了。实在是你唔甘嫌啦！你讲国情啊，我听你咧讲到有淡薄仔臭破味哦，我也真甲你感谢。我知影这好话唔是歹话，我知影你咧表达讲小可值得互学了、互赞叹、互鼓励所在，才会讲有迄个臭破味哦。所以有真侪话唔是看表面上的解说，爱看伊背后什么款的意义来应用啦。